星期日開始，巴士、私家小巴、貨車後排以及特別用途車輛嘅指定座位必須安裝安全帶，司機或乘客都必須佩戴，違者最高罰款5000蚊同監禁3個月。有市民就話措施不便，但會盡量適應。關曉琪報導。星期日起搭巴士，司機同乘客都有個新開始。返工返學搭巴士嘅市民認為新措施會帶嚟不便，仍然希望有一啲彈性。都要啲時間習慣下嘅，我相信係啊，因為可能預備落車之前就要除咗安全帶，應該預備落車咁樣咯。我係覺得應該有呢個立法例嘅，不過可能如果可唔可以改為當架巴士要上快速公路嘅時候，先一定要全車一齊攜帶咯。喺區內邊，即係例如我哋而家咁樣喺度，呢啲區內巴士可以唔使帶咯。即係搭一個站都要帶安全帶，咁咪可能唔方便咯。座位如果有安全帶就要佩戴，如果唔係最高罰款有5000蚊，監禁3個月都有可能。有人認為罰則太重，貴啲啊！一下唔覺意俾你捉到就咁慘啦。因為如果唔帶，一下唔覺意俾人周到。俾啲便衣周到咁危險啲咯。我咪覺得誇張咗少少。作為一個遊客嚟睇咧，我諗希望要俾一個 probation period 咯，譬如頭3個月或者6個月咧，俾你哋慢慢去適應，然後跟住先去實行。我覺得咁係比較合理啲。巴士車長話，公司有向佢哋發指引，但係乘客會唔會佩戴就要睇佢哋嘅自覺性。嗰度有個掣可以撳廣播嘅，公司講過話會勸喻佢哋，係啊。即係勸喻佢帶翻個安全帶咯。再如果佢唔帶嘅話，就要揾個安全地方停低，就要揾警方協助。新制即將實施，九巴嘅安全巴士駛到青衣長安巴士總站，透過互動遊戲同資訊向市民講解佩戴安全帶嘅重要性。有線新聞關曉琪報導。